天王日前见在精品店买围巾，霸气承诺要帮他买单，没想到下一秒秀出3张合计超过27万的发票，对表示请收件，让网友大喊有这种大哥真好。消息曝光后，连天团主唱都抢着喊一声哥，被网友笑亏你好意思吗？看到日前霸气要帮买单，结果账单一来就是近30万。日前在的 IG 上留言标注，询问对方那我也可以吗哥？被网友笑亏趁机敲诈。由于已43岁，才刚满40岁，不少网友也吐槽你好意思叫人家哥吗？谁是哥？哥，您管谁叫哥呢？昨天24日，在 IG 上晒出他和的私讯截图，原来私下给的昵称是歌中之歌。他还透露刚从欧洲回来就立马约他打球，让他非常感动，但至今还没帮他买单，因此也爆料难得没骂脏话，并透露杰伦私下苦练3字经、5言绝句还有7言绝句，两人的对话每次都非常爆笑。